唉，想不到不要睡觉了没多。请问你要？余光华。哦，好，你们坐一下，你坐一下。要不要算雷雨去买个针条啊？啊？无。无。迄无领朋友个打天发本来喏，迄个一定会对生活观众来，哈？因为暑假咧学做在。你问机？你做得较真挚点位无啊？从小到大，你爱买个就有买个，结果呢？你从自由班出到亚中辍班啦，没鬼没乖，3年就没走人站位了。我攞係英文同啰嗦機車，本氣這位。余光华，你大年纪都个伢事情啦，你要较脱力点位好冇啊？冇得个买个有个冇个。至少你要考到公立高中啊，总得是为伢太没个来嘛，本较有面子点位好冇啊？做嘛本有面子。我咯，眼见都给申请了啦。俺毕业我去上海，下礼拜找我转来。啊，也系要给你的收费啦。迄讲哦，你继续按用老人讲法啊。下摆，一先钱就冇啊。请啊，书记来啊。不稀罕。爱到得了，强加双脚，强加下脚，阮是为到马甲一下，用力用出聪明，不管路上有个翱翔。你去洗澡了。对，仙女有给你一些衣服，你看一下。
一些很老派的衣服。哎，我的衣服借你穿了，看这件裙子超辣的，穿在你身上一定好看。而且我再帮你化点妆，你这样出去一定超正，一堆人要烦呢。走开啦！你很鸡耶，对你那么好，你在那边凶。你不要一直哭啊！哎，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哦。从前啊，有一个人，他叫小星星，他的妈妈是开洗衣店的。然后有一天，小星星很想他的妈妈，他就去洗衣店找他妈妈。结果他妈妈问他说：“小姐，你要买衣服吗？”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她明明是他的妈妈哎。还有另外一个笑话，小星星的妈妈要结婚的时候啊，她叫小星星的舅舅说不可以让小星星去看她。可是小星星还是想要看他妈妈。结果他去看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还逼他叫他阿姨。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听完应该要笑啊。你不要难过了，你哭太大声，他们也不会听到啊，他们也不会难过。为什么要一直哭啊？你害我都想要哭了啦！你被你妈赶出来，有没有比较好笑？上课。好，杨妹妹，烟收起来啊！我知道你要拿烟了。是。来，看好这边的牌子，有没有？字很丑，主任写的啊。来，拿第一个牌子。谢谢。快点。绿色的，绿色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两个字一样啊，对不对，阿达？好，拿这个。好，他拿第一个牌子。好，把牌子举起来。
来举起来，举高，整个举上来。好，放下。举高，放下。举高。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吗？我也不知道，你们找自己的花鼓去插就对了。好，可以。要不然2个人一起？哇，看听动画啊！黑妹，对，阳光少女组。怎样？啊，你要插植物了？哪会？动作很 A。鸡毛跟 A 好不好？掉你了。哎，阳光少女组，以后晚上不要那么大声哦。好啦。那么难唱。他是公男舞的。母的吧？可是他有胡子。不知道哎。他这么可爱，没事。不要头给中哪个？哎，搞阿达升级。真给啊！阿达学习很快。阿达加油！我要叫的呢。呀嘿，布老公娘都会叫的啦。真给啊！妈，肯定下日有名的吗？很多马给名，他叫马库勒啊，马该马库勒，马库勒。为什么要叫马库勒？因为他比马可爱啊。所以呢？所以马就哭了，马哭了。哭了啊！有个胖女人来了。哎，那胖女人会不会是你妈？我妈我会不认得。妈的，胖子的妈一定要妈胖。你还忙来去救的，不过去上补习班，老麦克约费，其实主要落也上课。那迄暗暝里的阿妹噶，有乜个事情做唔得好好讲，唔做嘛偏爱喏。老唔讲，咩拍讲啊？根本就唔系做嘛个人讲。竟唔点解做嘛唔喊哦？老麦克出国读书，也唔免挨徛倒的白圆的呢，还做唔对，那两事。你做把做样莫大莫多的事情，也唔系冇答到嘅事情。冇唔错，对你来讲也系爱心到服务嘅热心，但是对于啲小人来讲，有一日唔肯要离开啊，佢哋又要经历过一摆嘅离开，也又唔会假到嘅事情，冇人骗我一生人咯。冇啦，用真嘅听听啊！哎呦，我就老人讲好诶，我个学姐啊，佢讲生人嘅啦，临时又全唔到人，我见啦。我有咩唔欠啊？唔讲啊？假两日的就2-3日的啊，小张，我喊你班喂乖乖去上课啦。哈哈，拜托啦，你就不爱做的了。就老人讲好了咩？你冇希望让我系有头无面的人哦。你是教育者，你希望让我本少哦。也硬骗咯，要像我一模一样。没有，我妈妈系真通情达理、正直善良的人哦。你也建议做太咯，就让我乖乖转去上课，莫你就惨嘞。啊！我就是我妈妈亲好的人咧。唔讲你用未比我讨厌。冇啥，卖可能
怪人这家呐，马该东西哦就丢里忘表，总爱戆的啊，哦。哦，嘿哦，啊。金针菇，你要走了？要 CPR 吗？你不做了？要不要去？上课。他走了。高头，金针菇无人甲没讲，我来泰克的事情哦。惨的，今每面考试一上会小记。来学校很丢脸吗？干嘛用骗？你志向换走了。上课。你要给你们看完那个文章，看完之后写心得。哦。高头，金针菇还蛮无够的。上课。哦，那个文章你们昨天晚上看过了哈，不要把笔拿出来写。教头，金针菇到底怎么了？上课。他真的不做了？我比较不想做了，快点啦，写了，快。看我干嘛？阿公。哇，金针菇，你好嘛？让妈妈有讲嘛？事情啦。没事啊。按讲好。排生哈，去大家合作。好，哎呦，好了，蛮用的。其实啊，让妈妈伊迄看起来同学啦，不过伊迄心肠以后哦，你伊迄小学嘅教状啊。冇啥。我说，好上用诶。哦，你做够老的哦，你当你妈讲老师发都好的啊。讲了也麻烦啊，两产业听听嘛。老唔得讲啦，哎，同你去补习啊，我老我个男朋友向他出国读书啦。其实我是吹想，就算大妈转来，你还能可以继续留下来啊？你真嘅有一个能力可以出来考研教书呢。阿公，真嘅嘿？真嘅啊！你是发自内心关心俺呀学生的呀，你也唔免勉强嘅呢，你系天生嘅啊。来看你出来教书啊，教到当天啊，可以得到成就感啊。总唔得讲迄成就感嘛。我知道啊，那种嘅学生生活好多还较多呢。你是有样嘅心，唔简单哦。有一安尼嘅心你出来嘅中途教育条路你就可以行当远。来讲你老人嘅后生诶，2查4看书，做我中途教育嘅神雕侠侣啊，一起克服万难啊！阿公，不过个大妈会转来咧。眼看，大雕侠侣。太屌的来啦，太屌的啊！哎呦，你还买个太屌，昂屌。嘛该啦。冇事。佢哦，很早就做下醫啦。好棒啊！不就2个月。聽你啊，有你當天主嘅啦哈。我唔天主啦，偷懶鬼。還是。
金针菇，你怎么了？你心情不好？哎，你看这个，很漂亮哎。你怎么了啦？你是因为你妈来看你，所以心情不好吗？怎么了？不然我们去看大妈好了，说不定你看完大妈心情就会比较好啦。大妈的小 baby 很可爱，好不好啦？走啦，走。走啦，走嘛，好不好？走，不要去了，我不认识大妈。去了就认识啦。走啦，好不好？走，我们走。大妈，哪里头来嘞？你看，这是我们学养的狗。可爱哈，然后这是我们学员新转来的，他叫范小平，他现在跟我住在一起了。学姐，你还好吧？你怎么看起来很憔悴？还好，还好。那小虎呢？小虎不在家吗？他住院了。住院？小虎怎么了？他身体不太好。3天2头就发高烧，这个月已经住院3次，医生怀疑是败血症。金针菇，你帮我跟部落阿公说，我可能没办法回去上班了，我找不到人可以帮我照顾小虎。小星星，大妈拍谁了？大妈没有手信用，大妈失言了。我刚才用功了，学姐，你不要这样讲了。学校，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你赶快去医院照顾小虎啊！你去医院。大妈，加油！好孩子，好，大妈，男女孩。哥哥，你好像变瘦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谢谢，小星星，谢谢。不要让我担心。金针菇，你不用担心了，大妈跟她小 baby 一定很健康啊。错啦，大妈做安德后事情，一定不会那么衰啦。哎呀，是懵啊！不过我头壳想，因为大妈又做唔得转来，还讲爱离开，好教养甲啥咯。不然阿公跟老高都还会再找人呢。然后大妈强用，想做的老女的讲歹势。不是讲歹势啦，动作欣赏，早上来，下午就下酒了。你做2个月了，懂腔嘞。那你离开学院以后要干嘛？出国读书。沙丁结婚，沙丁讲生意呢，沙丁基本唔挑戏，因为你是翻懂男生。吼，干你按男生了？生气啦！哎，马过来咬他，你过来咬他，马库洛，你去咬他，咬他！啊！你这只狗，过去咬他！唉，这小学
的个身体唔好，做阿妹个是最难挨嘞。唉，大妈其实吼，也唔是讲我歹势，你还有嘛个办法哦？哎吼，一定爱请儿童大妈凉茶，吃餐饭，顺便呢，补请也凉茶，为爱个好言，安上忙大病。个好教用个啥？不请啊。主任应该对网络红点广告的啦，是这样。抽，加油！哦，哎，大家加油！早点。加油 ！No problem。金针菇要叫了，你们要点我们会送给啊。狗奶小时哦，我待的都比他们久。当然有关系啊，因为胖子想追金针菇嘛。吊你啊，起来呀！你他妈的！只有在谁呢？因为槟榔就是朋友，能够听他。可是那是讲日文的。白痴哦！庆贺万一站谁来引来？又帅又有钱又温柔。走就好了。滚开啦，花痴哦！那条全部做谁来？英国都一家谁模样？还有哪张熊来了？可是我比较喜欢老师。奶妈哎！哎，你们快点啦，上课要迟到。老师都不在，还上什么课？你他妈已死人啊！很赔啊！好来，哎，很赔啊！小平打的时候，打扣一下，出拳打扣一下。站好。好，来试一次。哎，分开一点，来过去一点。打。好 ，OK。你那个以后那个叮叮锵锵的东西不要带了。好啦。起来。哦，好犀利，我大佬。神经病。你在干嘛？朋友啊。啊？朋友啊。好吧。干嘛？过来。来，你跟阿达做对打练习，好。防御，出拳，来站好。来，开始。你好大底啊！你没有看他没有还手？保护男生呢？你不要闹，你是幼稚哎你。阿达，他出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防御呢？有教嘛，对不对？拨挡，左拨右挡，啊？老师啊，不用管他，谁叫他瞎打？关你买个屎的！要你管？哎，个废话。老师，我不喜欢打架。哎，我也不喜欢。可重点是人家打你，你要防啊，要保护自己啊，有没有？休息，休息。走走。你在干嘛？哎，你女朋友怎么了？看我干嘛？你干嘛了？怎么了？丢哪通？丢哪通？丢哪通？装嘛啊！哎，你们要不要看东东上来踢几脚啊？想。很抱歉啊，观众要求起来。哎，起来呀！姚妹你也是。啊？搂搂抱抱，过来。相亲相爱嘛。来，快点！等一下呢，你们做对打练习。那对打练习主要是，哎，东东，你要踢右脚，右侧踢，哦，踢阿达左边，阿达来，看着他，别让他踢你的时候才左手左脚起来。好，其他人也看哦，哈，哎，好来，战斗姿势预备，开始。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假的跌倒。来，装死。哎，来，你们，拉拉筋。
不要了，我不要，我不要垃圾，我不要，我不要，一直射，一直射，我不要垃圾。哎呦，等一下啦！不用去拿去。等一下，不要跑啊！啊，这样不用拍了啦。快点啦！哎，小心不要受伤哦。这也不错吧？要係咪嘅啊？这包 K 他命谁的？不要这样讲话，又不确定是谁的。小平，坐下，你们坐下，坐下啊！听不懂是不是？有没有承认？好，没有人承认，给你们机会。不管你们是谁有这包毒品，明天5点放学以前来找我。不敢现在承认嘛，私底下来找我，打电话也可以。如果没有人承认的话，我们就验尿。你凭什么验尿？张老师，凭什么？凭我是你老师啊？凭什么？你说验尿就验尿，不然呢？你以为你谁啊？我你老师啊，我谁？持有毒品跟吸毒都是犯法，你不知道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听吗？问这么多，你说什么？明天5点，就这样。拜托你们，知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知道就要说出来，我会跟教头好好讨论这件事，想怎么处理。拜托。高条，你不可以这样做。我们不知道那些毒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可以叫他们集体验尿？孩子们反弹很大，这样很不尊重他们。跟尊不尊重无关。你知道在学院里面发现毒品有多严重？学生们不知道，你可以不知道吗？好啊，他们是不是常常跟外面人混在一起？可能是外面人吸的，不见得是他们。你相信吗？上课之后在地上发现，你觉得是外面人带来的？没有啊！现在要验尿不是那么简单啊，就算是烟毒贩，也要经过法官、检察官的书面许可才可以验，不是说验就验你到底有没有去看那些公文啊？早就改了，好不好？面对这种问题，少年每个学年我们可以强制他们验尿验2次。今年还没有验过。你不可以，不可以什么？你不可以把他们都当嫌犯啊！那怎么办？我说，我不验尿，我怎么做？不验尿，你看出来他们谁吸毒？
反正我们今天还没有验过，明天就来验。不可以，就这样，不可以什么？我们是老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陪着他们走过这个关卡。让谁走出来？你看得出来他们谁吸毒吗？不验尿，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帮他？送警察局是一辈子。我知道他们会有前科，可现在我们不去抓，不报给警察知道，到时候全班吸毒，全部阳光学院里面的学员，通通有前科，这样你才爽是不是？你告诉我怎么找出来，说吧。就这样，明天验尿。K 他命是一种解离性麻醉剂，食了过后会本人产生像是迷昏药的效果。食了 K 他命有一种灵魂逼住身体的感觉，本人吃到身体会飘起来，也是幻想自己做得比。有的人因为同好K他命产生的感觉，受到亲密杀减退的。当时我每天肚子都很痛，尿尿也痛，而且还会有血尿，一天上厕所的次数可能有40几次。经过检查，医生说我的膀胱壁纤维化，膀胱容量也变小，只剩100cc。我经过勒戒，不再吸毒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这女生年纪没有大你们多少，她是被她朋友怂恿，然后就去吸毒。一开始她也以为吸毒不会上瘾，可是没想到她越吸越多。金针菇，我们班上那么多人吸，都没有听过膀胱快乐这种东西。是她女儿自己衰好不好？怎么会是这个女生自己衰？吸毒真的很多副作用，你们知不知道？那些副作用全部都是直接会影响到你们身体健康，很严重，很严重哎！你们不了解吗？一定要等到警察来抓你们才会懂，是不是？仙女，青少年吸毒的优待，你懂不懂啊？你懂不懂啊？根据毒害防治法，少年吸毒犯有什么优惠？你告诉我。少年吸毒犯就是用少年事件处理法来处理，一样要受罚。吸毒成瘾的人一样要戒毒，懂了没有？5点到了，我最后一次再问你们，有没有人要自首？自首的你要保他吗？我不会保他。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但如果现在自首，我会跟法官讲，我担保他不会再犯。没有要自首是不是？好，等验尿。金针菇，菜人摕咧，掠菜是拿来吃嘅，唔係拿嚟看嘅。大媽無閒嘅土生嘅呢，我講咯，無天初都唔會來咧，唔是客氣啊。冇關係嘛。
娘，心情是唔落呀？唉，更重要的事情爱弟不是烦咯，你要辛苦嘞。公，你支持高头爱农夫吗？高头佢有佢嘅想法，你冇辦法講錯啊唔錯。教育嘅方式挺多啊，重要是你現在嘅方式對那條社會係唔係挺多好啊？愛弟，你本那條社會學到嚟啊？佢條啥對毒品？不是讲，喂，也是这条社会的次文化现象上网卡咯，冇说断桥的啊，这一位案呢，佢条啥张容易丢同穷下咩？係冇？来啦，用洗手煮手按后事，係冇？你最喜歡嘅，我拍攝我有天花。食菜，莫按下去呢，喂，大媽進來，來探下天花啊！大媽呀，好呀，好了。私の赤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阿公。有用咯。亚昌的身体好无啊？有奶无爽快无？咁講，愛顧偏說唔順嘅事情，你也底下。阿公，俺唔要講嘅啦。係說哦，俺承認啊，頭家下我有頭家人嘅身體檢查報告嘅。公，人嘅癌細胞咁要切開來。我都唔記得從哪裡看過一篇文章，嘅癌細胞出喺你身體裏會變壞嘅細胞呀。你越想消滅佢，佢就越來作亂。不如和平相處，慢慢將來改善。你喺老天本來嘅特別嘅功課。阿公，呢下事情做唔對老皮薩講下。愛對愛嘅身體做是看開咧，希望老天多啲時間本愛。老啲學人嘅唔好些來，下禮拜有一日嚟萬一係冇彩，佢哋望一下嘅社會，佢繼續在學人行下去。好啦，阿丫咧做你夜官咧，千の風に千の風になって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私の赤の前考えてください吃饱了。I don't care. I said so.
以前嘅冇看到爸爸，我講見死神啦，有人打鬼棍啊！哎，莫要太細心好冇？看到廿巴掌嘅時候，我係好愛哦。你啊，你唔係好愛，不過人個面清香好愛，規日嘅面棒棒嘅，一種水濃啊！講話躺得來，我哦係專職嘅阿妹，然後係插花嘅阿爸，當然做得做好人啊。就算我係插花阿爸，啊唔過我未親談人家花，你講乜嘅，我都做乜嘅啊？最好係按用啦，你哦講嘅啦做嘅哦無強用，我都硬啲哦。等下，阿妹，唔係喊阿爸來牽花我吼？吼，唔對哦，伊個教書，伊個教作，兩三千點來，我要衰埋。講人講吼，下巴要緊緊哦，哪會轉來？哎喲，很白啊！你唔好笨也未啲，過來發現盤啊！我係簽到一隻當州嘅所在嘅。相信是。迄個家無啥過辦，雖然也未去告狀，上次發現迄吼，像個拍夫樣嘅。楊媽媽吼，係因為唔拍得你嘅身體啦，你要多一些時間俾佢推佢上來啊。好啦，我知啦。第係啦，唔講，你學校嘅事情哦，我要答應你做到睇。唔過你答應哦，無限到三公無半夜，唔可以也面色啊，哎我下去哦，你要用嘅去準備要出國嘅事情哦。你咩我係講嘅，佢叫牛唔係。你講按叫怎麼講到重點啊？必須很後生，你要多一些時間本意啊！我出國，天天嚟咯，以後都沙飛經驗咪錢好啊！你唔是掉錢嘅，你個掉用。我係你去簽記咧，唔也係順記啊嚇，也係去到哪片講法嚇？我。應該做到嘅啦，也得出差事。講嘢嘛？你嘛個意思？吸毒的都被你們抓了，你們爽了嗎？操！上次較衰啦，要拍晒，後同志帶到呢來，梗要按人錯。冇上就做就地球失托，地用用的啦。反正我們就是爛，有種把我們抓去關啊！你們到底知不知道講義氣不應該是用在這種時候？吸毒真的很不好。勾引小子啊！至少我們還會講義氣，你們呢？說說愛、關心。真的出事了，還不就會只會找保護官、警察？你們都是對，我們都是錯啦。不要問我啦，我那家還不是你們害的。婆，姑娘比俺高。
秋风，比到冲天高，自由啊自由，唔好伤太多。天都因讲起台风，唔也比天高。了破，你用为暗夜，扛起摸索的塔电，对多冲心的眼，自由呀自由，好少你。